循着铁轨亲临天主堂百年风华，100年前火车的通行也形塑了一栋特殊八角楼所代表的昌盛。在沉睡半世纪的封存，近依山林而居后，我造访这栋坐落在粪鸡窝上方的地标，犹如翻开地方耆老口中一部虎口回忆的前传，承载着晚清到明初属于当地的黄金年代。美女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特别改举东标哎。如果说虎口老街呢，它是属于民国初到现在，它算现代史。那么这一栋八角楼呢，它就是从清朝一直到现在啊，所以它的历史啊也比虎口老街更老更悠久。所以它比虎口老街更老，难怪这么特别。对，所以这边保存这个虎口的客家文化，对各种历史保存得非常完整，很有人文气息的一个地方，真的是特别该举东溜，应该要常常来这边培养文青的气息。是的。对呀，可以再带我逛逛吗？可以啊，好啊，没问题。一整个家族的兴衰起伏，八角楼标记着一个重要的转折。罗家后代子孙经商成功再起，为了重振旗鼓、安抚人心，修建八角楼，以此为家族精神标的，凝聚了氏族的情感，时至今日成为一桩美谈。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该举东溜哎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八角楼啊，一定有很深的意义吧？是的，你看它的建筑，本身它是红砖建筑，在现在保留红砖建筑的建筑物，在台湾也已经不多了。那这一栋又更特别的是，它是内部屋顶是鸟笼式的建法，有聚财的意义啦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所以这个八角楼啊，真的是懂特别。是啊。挥别曾经的荒芜，成了八角楼新建的动力。特别改举东溜，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人和环境拼搏的韧性。